下来继续来看中国人大常委会早起来表决着香港版的国安法，结果以162票全数来通过。当来香港的一国两制正式变做一国一制。蔡英文总统讲，对这个中国无法度实现承诺是非常的失望。伊讲这嘛证明一国两制不可行。咱的陆委会嘛谴责北京背弃对香港的承诺。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30号透早针对港版国安法的草案来表决，162票全票通过。 99.99% of the Hong Kong population will not be affected. They go about their lives to continue the investment in Hong Kong. 虽然港府一直强调讲，港版的国安法袂影响到香港人的权益，但是敢若对一个颠覆行为的规定来看，恐惊唔是安尼。国安法和基本法第23条同款都是规定禁止颠覆行为，但是基本法是讲颠覆中央人民政府。国安法的范围愈宽，包括国务院、人大、港府，这就是讲未来你若批评习近平，也是香港特首，都可能会去用掠去关。 We will have less and less freedom, because the law of security doesn't mean that we are really secure. 对这款的结果，美国敢若嘛是心内有数。先由国务卿庞培欧宣布停止出口国防设备予香港，防止武器去予解放军提去。另外一方面，美国的商务部嘛宣布撤销对香港的特殊待遇。港版的国安法通过，嘛表示讲一国两制已经走向终点，嘛互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国家之间的气氛愈来愈紧张。